月月，月月。人呢？月月！大哥，有没有看见这么小的一个小女孩，3、4岁左右？没见到。长长这个小辫子。没有。没有啊？啊，这。大叔，有没有看到3、4岁一个小女孩长长个小辫子？没有。没见吗？还是。月月。喂。月月不见了。月月。人呢？人去哪里了？找人了！阿姨，有没有看见那个3、4岁的女孩子？有2个辫子的女孩子，有没有见到？真没有？没有看到。是。小哥哥，有没有看到一个3、4岁小孩站2、3个小辫子的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找到没有？没有。谁叫你把小辫子看见了？你已经被人绑架了！今天把这个看到！我们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份警惕。转发提醒。还想看看的朋友们，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公众号搜索UB8333，关注关心视频，就可以收看到有趣经典的小视频啦。记住了哟，公众号搜索UB8333，记得关注哟。